嗱喺日常生活中咧，好多時都會遇到一啲突發事件，例如排隊等車啊，或者行下街咧，有個花樽跌落嚟咁點咧？咁如果你反應好咧，咁你避一避咧，可以咧就係令到你受傷嘅機會咧就係減低㗎。咁講到反應嘅鍛鍊啦喎，今日要介紹嘅呢個運動咧就最適合不過啦，因為佢就係詠春拳。詠春拳已經有成超過200幾年嘅歷史，相傳係嚟自少林。不過由於詠春拳以往一直都係由師傅口傳俾弟子，所以冇歷史文獻可以參考。詠春拳以往都係相當低調，所以只有少數富家子弟先有機會學習到，直至傳到一代宗師葉問手上，先開始廣泛流傳。而喺佢嘅第一批弟子入面，仲出咗唔少傑出人才，例如黃崇良同埋李小龍等等。而佢哋將詠春嘅權利弘揚海外，令到詠春成為而家最廣為人知嘅一種武術運動之一。陳師傅啊，咁啊喺電影裏邊啦，咁啊好多年前啊李小龍嘅電影咧，大家就開始越嚟越廣泛咧，就係知道詠春拳法嘅。咁其實喺呢度咧，可唔可以同我哋略略講解下詠春嘅少少歷史啊？詠春咧，其實佢嘅發明咧，我諗好多人都知道係一個女士叫五梅師太嘅。咁後尾咧就傳俾阿嚴詠春，咁啊輾轉之間咧就傳到去我師公葉問師公啦。咁啊落到嚟香港，咁啊再我跟我師傅黃崇良咁樣。咁其實當中咧呢個詠春拳咧，有一個哲學㗎，好似係咪啊？咁其實咧呢個哲學係啲乜嘢咧？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一下咧？詠春拳咧，其實係一種充滿生命力嘅嘢嚟嘅。當你運用佢嗰時咧，佢係好靈活、好活潑、流暢，變化好快，又唔會停滯喺度嘅。佢亦冇固定嘅形式，由中帶剛。隨住環境而變化㗎，所以當你喺透過呢個練習嘅過程之中咧，佢會令到你個人嘅思想同埋你嘅動作敏捷，加強你嘅靈活性同埋進取性，所以對你處事嗰個態度嚟講咧，係一種冷靜又活潑。陳師傅啊，我知道咧，詠春拳法你都可以講求呢個反應嘅喎。咁啊，透過啲乜嘢嘅鍛鍊咧，可以俾我哋學到或者練到呢個反應翻嚟咧？其實喺詠春拳入邊咧，我哋經過一種黐手嘅特別訓練，會加強我哋嘅反應敏鋭嘅能力嘅。因為喺正常嘅情形之下咧，我哋睇到有一件事發生，然後再傳送到去我哋嘅腦部嗰度而作出一個反應嘅。但係我哋透過詠春拳嘅訓練之後咧，睇到呢件事發生，我哋會即刻去處理㗎啦，唔會再經過個腦嘅思考㗎啦。想訓練我哋嘅反應，其實可以透過詠春其中一個訓練系統，佢就係黐手啦。黐手主要鍛鍊我哋利用最直接、最有利嘅方法，達到遇到危險時可以自動有所反應，爭取有利嘅條件。就好似眼睛受襲嘅時候就會自動眨眼一樣，令到自己有一種條件反射嘅作用。師傅啊，我好有興趣咧學詠春啊！咁但係咧，我又好好奇咧，想知道咧，咁你個人嚟講對呢個詠春嘅一啲理念咧，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下咧？好啊！其實以我個人嘅見解嚟講咧，詠春係一種有着3個幾何嘅運動喺度，佢基本上係有直線啦、三角形啦、圓形嘅理論喺度嘅。即係呢個就係詠春嘅權利嚟嘅。係啦，冇錯。咁但係當我咧，如果跟你學拳學呢個詠春，咁我應該由邊度開始學起咧？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，我一定會第一套教你係小念頭啦，因為佢係詠春最基本嘅拳套嚟嘅。係。佢嘅概念就係咧，令到你只有一個向前嘅方向，向前嘅動作，我哋叫佢做朝形。換句話講咧，你嘅敵人就係喺你前面，你所做嘅動作所發嘅力度，都係向住你嘅敵人而出嘅。呢個就係小念頭啦。係啦。阿師傅啊，咁如果我學完小念頭之後咧，咁一路落去咧會學啲咩拳啊？又會？學完小念頭之後咧，會經過單支手啊、雙支手啊，已經開始要你進入去練習你反應㗎啦，已經。咁你透過呢啲運動不停練習之後咧，
再進一步咧就會去到玩尋橋啊，尋橋咧就已經係叫做我哋叫追形啦。追形係啦，所以喺小念頭入邊朝形，喺尋橋入邊咧就追形，因為喺尋橋入邊你嘅敵人已經係會喐動嘅，已經係一種生物嚟嘅，會活動嘅，即係唔好咁死板㗎啦。冇錯啦。陳師傅啊，咁我頭先有講過小念頭同埋尋橋啊，因為我自己聽過咧，另外有一套拳法咧就叫做標指喎，不如喺度咧就同我哋講解一下好唔好啊？好啊。標指咧，其實佢正有住一個禪嘅意識喺度，佢可以叫標月指嘅。其實我哋喺詠春入邊咧，係透過小念頭嘅朝形、尋橋嘅追形之後咧，我哋進一步，當你好純粹嘅時候，我哋會去到標指嗰度。喺標指入邊咧，其實已經係一種敗形嘅手法嚟嘅。敗形？係啊。點解會敗形咧？因為有好多時，我哋要求做我哋正式嘅動作做得好正嘅，係冇可能嘅。凡事都會有錯嘅。但當我做錯咗動作嗰時咧，我係透過我平時訓練標指嘅時候，點樣去糾正翻我當時唔啱嘅動作，而彌補翻。所以喺標指入邊咧，我已經係要求係保護自己行先㗎啦，再進一步先至講去攻擊㗎啦。即係首先都唔好話俾人哋擊退到先，你保護到自己，先至亦都再有機會咧去再進攻嘅咁樣。因為佢係敗形嘅。大家喺好多武俠片啊、電影裏邊都會見到個大俠咧，就係對住個木人樁係咁打㗎。其實喺詠春入邊啊，亦都係訓練之一嚟㗎喎。咁相傳啊，詠春嘅祖先前輩咧，因為冇對手去訓練或者係練習啊，所以就諗出呢一個自我訓練嘅方法嘅。木人樁係詠春拳嘅訓練系統之中最後一套訓練方式，亦係集小念頭、尋橋、標指嘅手法於一身。木人樁一共有108個動作，不過動作嘅數目就唔重要，最重要嘅係明白個中嘅真正意義。木人樁係修正手法技術、身位同埋補救過失嘅一種訓練方式。由於樁係死物，所以練習嘅時候可以透過遷就樁手嘅位置，而令手法固定，唔會偏差走樣。詠春入邊咧，亦都有好多嘅搏擊嘅元素喺入邊㗎。咁但係啊，個宗旨亦都係講求呢個強身健體㗎。咁尤其是啊，就係鍛鍊呢個反應啊嘛。咁做起嘢上嚟，自然都快啲啊嘛。